你的身边的朋友会唱这首歌的举手，我想调查一下你身边的朋友。哎呦，哇，10多万个人，可以把这首歌分享出去了。我也常常唱2只小雨伞给我的朋友听了，虽然台语不是很标准。马上就变 rap 了。你看这 rap， 我不会啊。好吧，就先这样了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多分享这些歌了，因为这个快乐忙活。那我们就先休息个10分钟。休息啊。好了，就是今天的太阳蛮大的。好，两枪的太阳，太盛阳了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哎呦，你知道吗？他等了这一刻等了10多年了。学吉他就是在这一刻要呈现的。他学了20年，又有18个月，又有3天，又4分43秒82。你再叫我讲一次，我就不会。让他自己来介绍好不好？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吉他手卢少华。太激动了！各位同学，请稍息，让我们听一下我们未来的乡长，不是香肠，乡长。这边不能讲主语哦，请支持3号，新3号得水牛。等一下。各位听众大家好。我从来不唱歌的，真的，因为我歌声不好听。哎，可是我是被凹的。米米很乐意接受。我唱的等下我要唱的这首歌哦，害我一整个礼拜都在练这首歌。它很简单，很好弹，可是因为我要唱歌，所以我只考虑这首。这首歌哦，还有一些年纪了。对。应该7字头的、6字头的、5字头应该都听过。就齐秦唱的《外面的世界》。等一下我要唱这首《外面的世界》。如果唱不好听，要笑的话，转身再笑，不然我会出纸。讲完了吗？我讲完了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少华，你开始了。
谢谢。好不好听？好听。完了，蓝心湄主唱。单飞第一张，首先为大家带来《眼泪》。好了，唱的还不错了。98分，98分。我是娱乐性气质的，还是。因为为了弥补上半场，你真的娱乐到我们了。